大家也别太为我担心了，说不定唐小云已经找到人了。我回去还没来得及睡个午觉，就又被叫回来上班了。高总心态能那么乐观，真是太好了。高总实在不小心，也好，多吃点苦头，以后的路才走得顺。孙总，用过的招数拿回来再玩一遍，有意思吗？重要的不是玩多少遍，管用就行了。高山，你完了，跟万家河一样，彻彻底底完蛋了。一定是他，他都承认了。我们没有证据，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啊。我觉得应该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到底是唐小云那边出了问题，还是有人偷看了高山的名单，这样才能顺着找到线索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你把资料都放哪了？公司电脑里。对，走，说不定有什么线索。我跟你写。一会儿咱们先检查办公室，如果找不到东西，我们就去看监控。监控虽然拍不到房间里面，但是……你干嘛呢？找什么呢？订书机不见了，借用一下。逗我玩呢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觉得我在乎你，信不信吗？电梯，那天在电梯里跟孙离在一起的人是你吧？你们俩是不是早就认识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，难怪公司上下没人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。孙离派你来的吧？是不是因为领我，你来报复高山的？我没有。没有，我打你一顿你就有了。哎，够了！你也觉得是我吗？贝小荣，哎，你拦我干什么呀？行了，别闹了。高山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很难猜吗？轮到自己头上，我才明白当初自己对万总做的事有多混蛋。我记得在医院，万总告诫过我要放慢脚步，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。还真被他说中了。你也怀疑贝小荣？我没资格怀疑任何人。林沃，你说的对，机遇无数，陷阱也无数。曾经为了名利，我做错过很多事情。我不是个好人，但我想尝试改变。我对你有信心。没错，我可以做到的。是时候开始反击了。别告诉我，
你早就做好应付的准备了。陨石信息的泄露，我确实早有准备，但现在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走吧，先去百博，我约了阿丽萨。